天地初开，混沌初分之时，神兽吸收天地之灵气，诞于世间。他们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但时过境迁，现代社会的神兽地位大不如前，大家都寻求着各自的生活方式。而我，貔貅，一直以来都被人类视为瑞兽。在哪儿呢？现在，我正在逃亡。好。人们觉得貔貅能招财辟邪，因此我一下凡就遭到了围攻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，想把我圈养起来，逆天改命。在哪儿？快抓住他！我看到他了，在那儿。我没那么大本事啦！抓他！快！右边，在哪儿呢？这边，快！飞上去！那边，那边有动静。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喂，我差点被你害死了！听声音还好好的吧？前面起跳，什么？起跳！前面左拐。好厉害！你开天眼了？放心，我安排了帮手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来我这里避一避啊？就是地方有点偏。好啊，地方越偏越好，看家护院、打扫卫生什么都行。前面出口，跳。好。嘿。然后呢？已经跳了。你没计划吗？还没到啊。小五，那辆火车。安全上车了吧？四不像，我要吃了你！我错了！救命啊！四不好饿。吃的还好吗？四
居然把我跟母鸡关在一起好几天，我要吃了你！怎么样？我这店还不错吧？对了，你不是在天宫吗？怎么跑到深山老林里了？唉，说来话长啊。我是四不像，上古瑞兽，与貔貅同为姜子牙的坐骑，一起参加了封神之战。本来封神之后呢，我在天庭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。是您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说，你这一天到晚这么闲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天庭也是不养闲人的，给你个任务。不想去。那我说了，天庭的神兽虽然一个个的膘肥体壮，但是凡间还有很落魄的神兽。为体现天庭的人道主义，本着以兽为本的宗旨，决定让你下凡去照顾那些落魄的神兽。我话讲完，你不反对吧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，下去吧您嘞！下凡这么危险的事，你好歹给我件趁手的兵器吧。兵器你也带盘天铁呀！哎呀，好了，给您买份保险，你速下凡去吧！不许偷懒哟！我在凡间一边努力卖货，一边帮神兽们排忧解难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居然睡着了，好过分！只有假期才能跟朋友们出去放松放松。嗨，大城市真的太不适合游玩了。不过好在我还有一家店铺。什么破地方！走了，我要去山里隐居，别拦着我！再见了，大城市，没法待了。所以我跑到这里开了这家店，做点小生意，顺便照顾流落各处的神兽。这是什么呀？真好吃！狗粮怎么支付？扫码还是现金？同事这么多年，你竟然给我吃狗粮，还管我要钱！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你没钱，那就卖身还债吧。你想干什么？店内保安，管吃管住，工作轻松，意下如何？就你这破店还需要保安？不瞒你说，我这路人店虽然偏僻，却藏了不少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金山银山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宝贝一根汗毛呀。那好，给你入职的第一份工作，帮我抓2个在逃员工。帮我抓2个在逃员工回来。在逃员工？这是他们的画像。画成这样找得到才怪呢！结果就给了我这么个破盒子，让我上哪儿找去啊？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嘛，也不像什么稀奇玩意儿。不会是四不像给我带的干粮吧？你是谁啊？把酒还给我们。酒？这是你吗？鬼才长这样！快放开我哥！
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是金角、银角二兄弟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奖？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打来看看？才不会上你的当！别管我了，快跑吧！我们着实打不过这疯狗。你问谁动我？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貔貅，貔貅。貔貅啊！居然自报家门，这是条傻狗！我不是狗，我是貔貅，貔貅。四不像。哦，你们两个消失了这么久，还以为你们跑了呢。怎么可能？说好了打工数奖，我们兄弟说话算话。我们这次找到了好多宝物，还抓了个小偷。小偷。可是貔貅偷了我们的奖，被我们抓到了。貔貅值不少钱吧？快把它放出来！吃过的宝物它会变回原形的，到时候就糟了。区区坚果还想关注本大爷？是不是？我们的宝物全被吃了！我就知道，皮皮最喜欢吃值钱的东西了。我们的大坚果，我们的宝物！不管，吃进去就是我的了。只好从皮皮的工资里扣。什么？都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想想，朝阳饭、猪鲜芥、八卦一、阴阳鸡、地风、猪太鸡、屠夫、药所、山河蛇、鸡头、四季对、七头七、北京车白。我吃那么多了吗？按你现在的工资来算，大概得还个6、700年吧。你说错了吧？我和哥哥原本是老君身边的童子，兢兢业业烧了几千年的锅炉，但有一次失手烧糊了一锅丹药，造成了一点小事故。就被发怒的老君踹下凡间。你敢降落伞了吗？你说啥？那是我们出生以来第一次分开。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哦，这不是老君身边的小童子吗？你是四不像。怎么了？跟你哥哥走散了？那个……我能帮你找到他哟。不过我一向是有偿劳动的。那个，我是说……怎么，不愿意吗？不是啊，你能不能上完厕所再说话呀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说的是成交吗？我说我没钱。我回来啦，找到金角了。哥哥，金角，来吧，说好的报酬。报酬？哥哥，我和他说好了，只要能找到你，我就把头上这对角给他。不行！怎么，要反悔吗？才不会！我们两兄弟说话算话，
三角是我们的象征，我不能让我弟弟一直都没有。哥哥，啊？给，1人1只，拿去。你们现在也没有去处，不如就在我的店里打工，攒钱赎回你们的脚，如何？四不像。起来了，四不像，四不像！哎，好了，别蹦了，刚从狗窝出来，被子都被你弄脏了。你也知道这是狗窝呀！凭什么你有熟会的大城市让我睡狗窝？别动了！Surprise， 四不像！谁啊？兔爷，您这一晚上都喝多少杯了？四不像走了，我只好独自买醉。啊？可您喝了一晚上都是胡萝卜贼呀！你不懂，小不像不在，喝什么都让人心醉。那个，怎么，你也觉得我应该勇敢一点吗？不是，难道你想说让我遵从内心？不是，那你是劝我追随四不像而去？得嘞，就听您的，也要去山里找四不像。就是这儿了，路人店。Surprise， 四不像！这谁呀？四不像！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！这是我店里的保安。什么？这蓝白花花的京巴是你店里的保安？谁信呐？你才是！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打了。快说，这谁啊？四不像？这位就是兔爷。啊，就这货啊！我是兔爷。几百年前，我携神药从月宫下凡，解了瘟疫之苦。博来了我兔爷的名号，但时过境迁，我渐渐被人们忘记。就这样，我在凡间浑浑噩噩的过了好多年。照这样下去，还找什么兔生价值啊？这是，这心中的躁动是怎么回事？我托人问到了四不像的地址，一想到要见真人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这是一个人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反差萌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啊！您呢？确实难以置信。投奔我啊？可我这儿没地方给你住啊！我给你扩建房子呀，52厅3厨3卫，湖景房宝物室豪华3居松软大床。太麻烦了。四不像，让兔爷留下吧。既然四不像你也同意了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那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凭什么你可以睡床啊？你别想抢我们四不像的地方啊！你下去，告你给我下去！去。哟，醒了？大清早的，你干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帮你好好打扮打扮。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我给你组织了一场粉丝见面会。见之前肯定要打扮一下吧？不信的话，你看外面。真的有
好多粉丝。四不像，没想到你改邪归正了嘛！就说没骗你呢。各位看官，您上眼瞧，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展示貔貅的正确摸法。四不像，你又坑我！一摸貔貅头，鸿运正当头；二摸貔貅背，是背背可封侯；三摸貔貅臀，平步青鸾云。在臀部抓一把，有抓财之意。貔貅无定，不用担心卫生问题哟。你等着，我非吃了你！四不像，你看看，毛都给我摸秃了，屁股上还凉飕飕的，秃的好严重啊！兔爷爷在，他也买了芦绣券，还是双倍的哟。你们都是坏蛋！冷静冷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掉毛的问题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神仙特效生发水，神兽也能用。好凉。怎么没反应？是因为太多了，这不是摆着的歌。是不是？你把我变成什么样了？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我饶不了你。得了，甭伤心了，爷给你剪个超炫的发型。你还会剪毛吗？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。怎么又秃了？再喷点。什么？我要吃了你们两个！可恶，四不像这个小气鬼，俺不给够也不装 WiFi， 还让我住狗窝。走了走了，我才不在这种地方遭罪。总算有点信号了，打个车吧。这么快？四不像还叫我们当心点，看来也不难抓嘛。谁啊？放开我，不然休你了！刁民，竟然如此无礼！我们可是龙的后裔，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可是貔貅，还貔貅呢，腿都缩得这么短。没事，貔貅会飞的，我在图册上见过。他快到底了！看来图册都是骗人的。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。抱歉啊，没想到你现在连飞都不会了。我要吃了你们！啊？为什么？哥哥所言极是。嘀咕什么呢？自杀！别以为有吃的我就会原谅你们。哥哥，你慢点吃。可恶，给我留点。话说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长得真吃过。我是猫龙，他是我哥哥龙猫。我们的爸爸可是明龙哦，据说以前经常上电视。有一次他去云南旅游，对月光下的妈妈一见钟情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不知可否与敖某花前月下呢？好啊！公子自己搭的讪，含着泪也呀。我搭讪了吗？大家可都听到了。
会如此？我想回龙宫。就这样，几个月后，我和哥哥就出生了。我的心肝小宝贝们！铃铃铃！喂，什么？有个熊孩子来东海捣乱，我这就回去。慢去！你不会是想抛下我们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若对你不是真心，我就被剥皮抽筋。所以我一直在等爸爸回来。我哥出生时重2两，我重8斤，所以我俩的大名就叫2两和8斤。我们可是正统的龙宫继承人，所以你得放尊重点。我说，你们刚才不长这样吧？哪样？醒醒！哥哥你怎么了？是坏肚子了吗？快上来，咱们回路人殿。哟，中毒挺深的，来吃点草药。叫你们抓个人而已，回来怎么成这样了？一大早折腾什么呢？四不像。今天有一只很厉害的神兽要来，得好好招待一下。很厉害？有我厉害吗？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神兽，它有着圣洁美丽的身姿，带来财富的祥瑞之力，受到众生追捧和崇拜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它应该快到了，皮皮，去门口接一下吧。好。哪儿呢？那个，请问这里是路人殿吗？四不像，你把灭鼠喷雾放哪儿了？我叫兔宝鼠，是具有兔宝本领的上古神兽。只要众生有求，我就能吐出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然而时过境迁，世间日新月异。主人，不用吐了，去找自我吧。人们已不再相信我的存在，也不再需要我了。不应该呀，谁会拒绝能带来财富的瑞兽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明明我还为了跟上时代，学了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你好，我们有一款超棒的理财宝珠，升值空间100%。您好，恭喜您获得头等大奖黄金宝珠999枚。亏本大放血，传世宝珠通通不要钱，吵死了！哎呀，听说过模拟宝珠吗？有人信才怪呢。没有了人们的诉求，我便再也吐不出宝珠了，书生也就失去了意义。皮皮觉得呢？你真的能吐出宝珠吗？对啊，你好棒啊！我超爱吃宝珠的。好热情的小哥哥，那你能给我吐一个吗？这种感觉是不用了，谢谢。不需要。一直以来不要，别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不感兴趣。但是他却如此需要我。这难道就是神圣唯美的天地领悟孕育瞬间？这你也能吃得下去？好吃好吃，你还有吗？有的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我出去透个气。
好吃啊！只要皮皮哥想吃，随时都可以吐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把我的零食分给你，随便吃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对我那么好，千万别客气。皮皮哥，好好吃啊！是吧？是吧？哇，居然变成巧克力色的！是啊，宝珠会随着食物而变色。吃起来也是巧克力味的。我还可以吐牛奶味，橙子味，橙子牛奶味，好幸福啊！来，我们再多吃几个。忘了告诉皮皮，皮皮啊，听说模拟宝珠吃多了会四不像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皮皮哥真是光彩夺目。哎，说完了。早上好啊，皮皮哥。哦，早啊。我给你做了宝珠奶茶。哦。下午好啊，皮皮哥。哦。我给你做了宝珠点心。哇，好棒啊！姜，姜，姜，姜。什么情况啊！我这又再一个。皮皮哥，我又来看你了，不在家吗？皮皮哥，来了！上午好呀，土豹鼠！土豹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皮皮哥。我来给你送啊！快住手！你的手都数干了。只要皮皮哥喜欢，我就可以一直土豹鼠！快救命啊！四不像！先救谁呀？哎，这几天休息的如何？身体恢复了吗？已经没事了，但皮皮哥怕我瘦成薯干，不让我吐宝珠了。以后又要回到无人问津的日子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网店？哎呀，他之前的办法根本就没人信，所以我想网店应该可行，看看他开的怎么样。家人们，传世宝珠厂家直销，全场2元，现场开爆！假一罚10，为表诚意，由我为家人们表演一个小绝活。胸口碎宝珠。怎么关了？看着挺好吃的呀。方向是不是跑偏了？被袭击了。那黑影的速度很快，力气也贼大，一下子就把我打晕了。等我醒来以后，就被纹了个八字眉，我被脱了指甲，被换了个大眼睛，这样我们以后怎么见人了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吧。所以这次上山想请大兄弟帮忙调查一下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路人店也不是慈善机构。俺们特意准备了一点辛苦费，为民除害乃是我们路人店的天职。去吧，皮皮！你个老财迷！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些食物。黑影的事就交给我了。哼，你个小吃货！四不像，帮我把食物存上。大兄弟，你这狗靠谱吗？哎，忙活了这么多天，找了这么多具身体，没有一具配得上本大姨的气质。临走前，只好给他们化了点妆，才勉强像话。有人来了。
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谁？敢擅闯本大爷的洞府？饕餮。哟，这不是缺心眼的貔貅吗？本大爷的洞府这么隐蔽，你居然能找到？隐蔽。对了，最近有不少动物在森林里被袭击了，犯人不会就是你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？怎么看都是你好吧？别瞎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美妆工具。美妆？这是用来舒腰的。那这板砖？什么板砖？这是喷了！你看，是不是很红润？这些睫毛夹整牙降膜水，穴位仪修眉刀手敷水，控油补水，还能去体味哟。真的？当然。那我也来点。太好了，真是笨蛋貔貅！等你双眼一封，我就抢了你的身体，恢复我昔日的威严。你也喷点嘛，身上都臭了。我的眼睛！果然就是你干的！哟，这不是四凶之一的饕餮吗？哼，还四凶呢，居然笨到自己吃了自己的身体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别以为你和你哥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搅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和你……他刚才说什么？没听清。四不像，不是说好今晚要年终聚餐吗？大家很快就要到了。好烫好烫！四不像，你发烧了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降温。嗨，小不像。你丫干嘛呢？哪有您这么降温的呀？他都快凉透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他现在需要的是维 C， 还有热水。他要手透了。四不像，醒醒啊！你别吓我。别担心，我还给四不像熬了药，吃了肯定立马就好。白了您嘞！四不像，我没捣乱，我只想让四不像赶紧好好得了吧你！哼，随便吧，谁想管他？你没事吧？大概吧。听说河对岸的东山顶上有一株会发光的仙草，包治百病。要不我去帮你找来？哎，算了。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？他不会要去摘仙草吧？皮皮在外面不会遇到什么事吧？嗨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儿天气那么好，下点雨更好，这样他马上就回来了。救命啊！就算暂时回不来，这附近也没什么危险嘛。就算有危险，皮皮好歹是个神兽，肯定能对付的。不好吃啊！抓我干嘛呀？让我快进！
刚才的坚果都收潮了。切！根本没人想吃你们嘴里的坚果，也没人想吃你们的毒蘑菇。什么毒蘑菇？我们采的可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食品。哇，好巧啊！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今天不是要去四老板那里聚餐吗？我们上山来采些东西。我也带了些宝珠给皮皮哥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这儿过，留下酒和菜。哼，还不快快交出！跑哪儿去了？快跑啊！哥，又是毒蘑菇了吗？哥！不到啊！哥哥，住嘴！皮皮哥，没事吧，皮皮哥？我没事，你先赶紧回去。皮皮哥，你怎么也在山里啊？四不像病了，我来东山给他采仙草治病。东山？你确定？这里是西山哦，皮皮哥。西山。哎，可是我采到仙草了呀。那就好。不过你这路离得够远的。我感觉好点了，能不能辛苦兔爷给大家备饭？得嘞，你好好休息吧，交给我。别吃我，也别吃楼上的四不像。谁要吃你这老兔肉？皮皮，兔爷，我把仙草采回来了，快给四不像煎药吧。这个不是仙草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吸收天地钟灵之气，以香气馥郁醇厚闻名，被称为天上真味仙，地上香极颠的仙孜然。那能干什么？嘿，将其撒在烤肉上，超凡的味道与体验，简直是烤肉的绝佳伴侣啊！好暖。哎呀，年初生意不景气，要不做一批产品回血？大家有什么建议吗？做个纯金貔貅香，嘿，招财进宝，人见人爱。你是自己想吃吧？做我哥哥的等身抱枕吧，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我哥哥。除了你，根本没人想买。我们还有去年珍藏的存货，可以拿去卖。不了！哎呀，就没有一个靠谱的吗？这种事情还得靠我。我早就囤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周边产品，就在我家里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这儿就是入口。你什么时候挖的？嗨，很早之前了。来，各位游客您小心脚下，这里头可是我精心装修过的豪宅。欢迎光临。哇！这是店后面的湖？没错，
这些都是小意思，接下来才是大招登场。请看爷正经打造的豪华周边展览厅，好多四不像，但是好像又不太一样。没错，这里的四不像周边应有尽有，不仅有四不像玩偶，还有限量的四不像徽章，还有四不像旋转木马立牌，还有四不像 LED 灯，还有四不像小猫围脖袜子，以及全套的四不像内衣裤。哇，四不像的雕像！啊，这几只丑鸡蛋看上去很好吃。住嘴吧您呐，这可不是给你吃的，这些雕像都是我一口一口啃出来的。我不想知道。这些都是四老板的肖像画。没错，蒙娜丽四、四不像日葵、格尔斯卡、四叶群、四破仑、耳环、四呐喊、四秋千、四10岁、四打牌四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这幅四不像的诞生。哦，这个粉色的按钮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别那个！这里有好多四不像哎，就是画风不太一样，有四不像的，还有四不像的和……等等啊，四不像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做你的不是为了，是因为皮皮，谁把这么多吃了？也辛辛苦苦做的周边全没了。这雕像怎么没有脸啊？因为我没见过四不像摘掉面具的样子啊。我们见过。也辛辛苦苦做的周边全没了。这雕像怎么没有脸啊？因为我没见过四不像摘掉面具的样子啊。我们见过。什么？他长什么样子？他的眼睛又大又深邃。深邃。而且水汪汪的。水汪又深邃，又略带一点沧桑，沧桑又水汪的深邃大眼儿。我好想看四不像的脸呐！看来这不是一般的绳子。兔爷，你在干嘛？我是来帮你打扫卫生的。呀，迷了眼了吗？四不像，那只好。清爽。其实我的眼里也进了沙子，可能马上就要失明了。在那之前，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？这个给你当拐棍儿，山里没有盲道，你可千万要当心呢。我会帮你找条导盲犬的。这么多胶带，肯定能把四不像的面具给粘下来。我的脸还是被你看到了呢。只好等你洗澡的时候摘掉面具了。Surprise！ 终于让我，居然还戴着呢！
你在干嘛？不是来看看有没有偷拍你洗澡的变态？就是你吧！终于，不要！晚安。永远不要摘下你的面具。四不像，门口来了一只好大的狗子。哦，这么快又有生意了？谛听，您大老远上这儿来，不会是要带谁下去吧？不，我来此是有求于你。其实，我已经1个月没睡觉了。啊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哎，都是工作上的事。每年一到清明，老板，东村老王给他爸烧的白酒。啊，他爸不就是喝酒喝没的吗？富二代给他爷爷烧了游轮。哎，这几年怎么这么流行游轮火箭啊？老李他亲戚给他烧了一对象。岂有此理，居然敢！亏他们想得出来！不好了，大人，人家收来的东西太多，已经爆仓了。果然，今年也是如此。对不起啊，就这样加了1个月班，难得有点休息的时间，却因为读心的能力，总是能听到各界催火的心语。听见心语啊？那我们岂不是全都被你看穿了？正是如此。那我呢？你也很好懂，因为最近失眠，恰好又看到了贵店的广告。大帝，这对我有用吗？是。于是，就来求助贵店了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音乐具有安神入眠的功效。哦，你还会演奏音乐？如何？不错，已经和地府的明月相差无几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这是用针灸刺激穴位，帮助睡眠。膻中、百会、印堂、七星银珠火灌安神，搭配药浴：党参、当归、枸杞、佛手、桑叶、三七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大蒜、生姜、葱花、香菜、小米辣。哇，好香啊！女主谛听吃怎么都不教我呢？你快别添乱了你！哎，恕本店渺小，无能为力了。哎，可惜啊，本来我还准备了上百万的酬劳。啊！哎，且慢。既然您都这么低头，只好给您物理疗法了。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不是要治疗失眠吗？抱头。左右。哎，皮皮，抓住他！我又开始吃谛听了吗？回头。没用的，你们心里想什么我都能听到。你居然还醒着！我是来治疗失眠的，不是让你们送我回家的。哎，心语消失了。哦，竟然是天线功能嘛！看来脚长好之前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还不开饭吗？哦，是谛听的治疗费寄来。怎么不拿杨家的钱给我支付啊？今天天气真是不错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话说我们好好的，干嘛来地府？是某个家伙要用地府观光之旅来抵治疗失眠的费用。抱歉，忘记地府的钱在阳间无法流通了，
我带诸位游览一下地府景点。这里是地府名景之一。传说恶狗岭是恶犬云集，沿途撕咬孤魂怨鬼的可怕之地。喂食界，是恶犬。这明明是恶狗岭。这里是地府商业街，鬼市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地府考编必备。坟头定制，童叟无欺。骨灰罐促销，第2罐半价。这卖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客官想要拍照留念吗？大头贴限时免费体验哦！大头贴，大头贴，免费的。我要拍，我要拍。怎么都是黑白的呀？看着好不吉利啊！本店还附赠表框服务哦，不需要。啊，好甜的味道！来2杯乌龙桃桃孟婆汤茶，1杯全糖去冰，1杯半糖加椰果。好的。谢谢惠顾哦。我也想喝。第一次来的话，推荐经典珍珠孟婆汤茶哦。尝一口。这是什么？孟婆汤，尝一口。这是什么？孟婆汤，尝一口。孟婆汤，尝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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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皮皮，皮皮，皮皮，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是喝了孟婆汤吧？没关系，这是稀释过的，阳间生物喝了只会短时间失忆而已。发生什么了？地府还有很多壮观奇景，盖河温泉、忘川河大坝、纸钱大瀑布，以及我的宅邸。哇！今天就在家里请大家吃饭。上菜了！地府纪念子地狱辣9公给。哎呀，最后就吃顿火锅啊！糟糕，我不能吃辣呀！不吃的话又太亏了。是青铜。只吃一点点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四不像，醒醒啊，四不像！没有你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迪婷，你还我四不像啊你！自从那猴子之后，地府还从没遭过这么大的破坏呢。回头记得把他们都拉进黑名单，让他们的阳寿越长越好。赵哥哥，你这个懒散的样子，一辈子也别想回天庭了！我不理你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哼，笨蛋哥哥，居然说每天这样吃吃睡睡挺好的。我们可是神兽啊！照这样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回天庭啊？我要靠自己把总赎回来。不行，我可是神兽，我可以骗这不是银角吗？老鼠姐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你只身一鼠在森林里是很危险的，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啊？哦。
那你以后就跟着松鼠大哥了。多指教。兔宝集团了解一下，你好，那个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兔宝集团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看好货物，我去就回。交给我吧。这次一定要顺利完成工作。啊！又是这个家伙！我是不会离开货物的。我是不会离开货物的。松鼠大哥，退下。快走！松鼠大哥，做得好。不要伤害我弟弟！ Double kill。怎么办？林教头已经离家出走1天了，按理说在周围转一圈就该回来了呀。他不会出什么危险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林角，哥哥这就来救你！我要把欺负你的人都收拾一顿！呀！救命啊！安全了。银角，阿史，这个眼神，这个气场，兔宝集团了解一下。绝对是坏人吧？银角被坏人绑架了，我的鱼工厂被交通所有瓜子，我得去救他。银角。居然叫我弟弟赌博！看好货物，我去就回。坏人离开了，趁现在去救。银角，银角，啊！银角，做得好。不要伤害
绍一下，松鼠大哥，这是我哥哥金角，哥哥，这是松鼠大哥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什么嘛，原来只是误会而已。哥哥，你也来我们公司工作吧，我们一起努力攒钱赎脚。银角，我不要。弟弟啊，拿工资赎脚，就算打几辈子工也是还不起的，还是回路人店歇着吧。哥哥是大笨蛋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前日，我市明知山动物园有一头身着红色披风的大白老虎意外脱逃，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。四不像，这只大白老虎不会跑到咱这儿吧？你是不是又乱吃东西了？放心吧，这里离城市可是非常远的，它再怎么跑也不可能。你好，请问谁啊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为何要关门呢？四不像，你怎么了？吾乃蚩尤座下战虎，随主人驰骋疆场。后来吾主战败，他的兵器也随之遗失。吾流浪千年，寻找吾主的兵器，等待吾主归来。终于，我在前几天感受到了吾主神剑的气息，就在此地。可是这里没有您说的神剑呐！感受到了吾主神剑的气息。又感受到了。皮皮，你最近吃过什么神剑吗？那把破剑啊，呸！又拉嗓子又难吃，害我打了好几天的嗝，真恶心！别说！早上好啊，小不像。不急，好久没骑老虎了，这毛茸茸的触感。好久没被骑了，这来自背后的温暖、压迫感，好怀念的感觉呀！等等，哪来的老虎？原来如此。兔爷当年下凡驱病，就是骑虎而行的，所以能控制住战虎啊。剑，把无主的剑还来！别急嘛，剑就在皮皮的肚子里，等有合适的时机，一定帮您取出来。完蛋了，皮球只进不出，死定了。好吧。不过，剑取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此地的。啊？那您就先在兔爷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好饿呀！有谁要吃西瓜吗？有西瓜，整整一车在门口哦。哦，四不像，你良心发现了？这是天庭发的高温补贴啦。好棒！居然发了这么多！喂，这还有个削了皮的。啊！怎么是你？你还有脸来？我就吃2口怎么样？别闹了，大家都有份儿。
我来给你们切一下，别着急。啊！粗鲁的家伙！西瓜当然是要榨汁儿喝才优雅。有那功夫早吃8个了。好，皮兄，你一个人也吃太多了吧？你们哥俩有资格说我吗？那可是我的！不许欺负我哥们儿！我的眼爪！竟敢糟蹋我的西瓜福利！大伙，帮帮我呀，兄弟！汝等幼稚的战争，本虎才不屑于。来打呀！灭了你们！你干嘛？烟斗里可没有籽儿。叶刚喝的是西瓜汁儿，你没看到吗？既然如此，中的。战虎你！小哥哥，你干嘛？哇！哎，哪去了？缓不起来了，怎么？我的瓜！没瓜了。我的天！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来，兔爷儿，上来，我们走。而且，四不像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是不是可以吃月饼啦？嘘，小点声，千万别让兔爷听到月饼2个字儿。听说啊，月宫的兔子都极其痛恨月饼，一听到月饼相关的东西就会发狂，尤其是他们的女领导，谁提月饼跟谁急。哇，好可怕！我刚刚好像听到有谁提了月饼。兔爷，你冷静一点。想吃我给你们做呀。这做月饼讲究的是一个力道，心要沉，手要稳，将热爱融入每一寸月饼当中。啊，这感觉来了！别念了，太多了。这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。我出生在月球，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月兔。你长大了，出去自己讨生活吧。月球表面的环境非常恶劣，时不时就会下起流星雨。后来，我在残酷的月球上学会了生存。我的桂枝，就是你这个小兔崽子！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抓住你！我还在地下建起了自己的桂枝仓库。不管吃了多少次，还是好难吃，又苦又涩。没办法，为了不饿肚子，106号已经满了，该挖新的仓库了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迎来了兔生的转折点。吃饭了。吃饭。又吃饭了。700年了，顿顿都是月饼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好香，好甜，好好吃！
既然这个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吗？不得了了呀，这月饼都吃得下去，真是只个大是个兔子！停止了！就这样，我在广寒宫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最后成为了首席月饼大师傅。而今天，我就趁此中秋佳节，给四不像你送上我的杰作——月光四不像。哇！这可是月宫最高水准的手艺，薄皮大。我的杰作，我跟你拼了！四老板，你的月饼雕像被吃了。吃得好，不吃也得扔。四不像，把大家都叫来做什么？今天我们来做体检，这位是花蕊鸟大夫，医术高超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蕊鸟，神农氏外孙。因身体透明，可以看清经脉走向，所以一直帮助外公尝草药。透明的耶！不许！请大家排好队，我来为各位号脉。体寒呢？平时总是住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吧？哎呦喂，神医呀！平时坚果吃的太多了，火气上涌，口腔溃疡，下牙膛右属第7颗牙齿蛀了吧？这都能靠把脉把出来吗？这个不用把脉，直接看就知道了。这隐约能感觉到腹内有不得了的东西，难不成是喜脉？因为貔貅只进不出，肚子里全是宝贝吧？哦，脊柱略有侧弯。怪不得我最近骑了有点拉屁股。你这个可能跟他没关系。要不要检查一下痔疮？爷的春节，四不像。至于的吗？接下来检查内脏。检查内脏要拿我们开刀吗？不会啦，仪器检查不用开刀。不用开刀吗？好了，请剃了肚毛的依次上仪器。怎么连我都？你肚子里怎么全是蘑菇和泥巴？哇，这个设备看上去好厉害啊！那是当然，这可是神兽专用彩超仪，是天庭特制的昂贵法宝。昂贵法宝。金甲的体重超重了5克，战虎有轻度脂肪肝和脊柱侧弯。不知道皮皮检查的怎么样？四不像，我肚子好痛。你这是又乱吃什么了？四老板，你看到我的特制彩超仪了吗？奇怪，那么大一台哪去了？应该是吃坏了肚子，我给他开点药吧。喏，这是助消化的药，回头你熬给他喝。这么小一包吗？这只是药引子。后面的才是主要。幸好我有天庭的医保。貔貅的身体状况基本正常，并没有变大的迹象，似乎也没有回忆起以前的事。花大夫，皮皮变大真的有那么危险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莫非貔貅变大了？没有。好吧，继续留心观察。好的，我先告辞了。四不像，今天吃什么呀？今天我们去瓦猫家蹭饭。去瓦猫家？怎么去啊？别担心，我斥巨资租的豪华专车马上就到，顶级2驱，高档卧铺，生物动能。这不还是原来那辆牛车吗？还有多久到瓦猫家呀？不远啦，就在这座山的后面。的山的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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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来到同乐大村，这是我们家。晕死我了！好多玩猫，这都是我家亲戚。这是三爷爷、四外甥、二叔子、六婶子、大表弟、小堂妹、太奶奶。这长得不都一样吗？我们去准备大餐，你们帮我们一个小忙吧。大餐？小忙？哇，可爱吧？这是我最小的弟弟，你们帮忙照顾一下。我们去做饭喽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可恶的泥巴猫，我要吃了你！皮皮，你都多大个兽了，还跟小孩一般见识。哎呀，瞧瞧你们俩这出息！啊，我的披风很贵的！别跑！把它堵住！往哪儿跑？它咬我！这下看你往哪儿跑！不好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每个孩子都会的海之音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？是水开了吧？终于安静了。什么声音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今天就吃你地了！四不像，你快管管皮皮呀！皮皮也还是个孩子嘛。还以为回不来了。哎呀，熊孩子太可怕，咱以后还是别去为妙。你不觉得最近店里的神兽有点发福吗？哦，一直都是这样吗？长此以往不利于神兽健康啊！速去办一场运动会。不办行不行？各位亲友，路人店将举办一场盛大的运动会，冠军可以获得神秘奖品，很贵的那种哦。很贵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第一项跑步。你这红毛球子又没有腿，凑什么热闹啊？让你见识一下本大爷的厉害！100米冲刺。哎呀！停！下一项，排球。搞错了。足球。篮球。又完美。弄错球了，下一项，射击。皮皮，你给我起开！接下来是跳远。土拨鼠加油！皮皮哥，禁止道具，真是没有一个能顺利进行的。最后一个决胜项目，大家2两一队，骑着自己的队友抢其他组的帽子，抢的最多的队伍就能获得终极大奖。怎么是我被骑呀？各就各位，预备。他俩作弊，四不像，快管管呀！自己看着办吧。岂有此理！战火！啊！我是来捉坚果会战老板，你行不行啊？这
这个好对付，先解决他。四不像，没事吧？有事儿啊？能不能放我下去？太好了，只要四不像你没事，比赛什么的 ，I don't care。上来呀，还比不比了？赢了！下面由我来颁发大奖，限量版连号冥币1车。这不是上次DQ给你的废纸吗？但是考虑到皮皮1年以来的破坏，有吗？奖金就拿来抵债了。阿牛，收起来。根本就不想要，好像是点真正的宝贝哦。切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来的宝贝啊？